手头高大，小球员的目光专注在球上。为什么你可以抄到我的球？因为没有护球，你看我哪里没有做？另外一只手没拱起来。转身，转身，手保护球，转身，转身，再转过去。基本动作要好，才有能力进攻防守，还要练清楚眼神沟通的默契，持续拼战的体力。每天一放学下午就来练，练到6点半。条件没有特别好，不代表不会成功。苗栗大同国小篮球队连续8届拿下全国赛冠军，是最好的证明。你觉得这里面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？可以打败敌人。你的企图心是什么？想要把篮球让大家知道篮球很好玩。但成绩不会告诉你每件事，例如孩子们身上美好的特质。其实这些客家的小孩子他们的那种忍耐度啦，还有那服从性啦，然后很认份的一个精神我觉得在克服一些身材啦，还有体力各方面的条件下，他们在这方面的特质在球场上会慢慢的显露出来，特别明显。对，特别明显。做完了换边，做完了换边，换了换边。这个球队被视为未来球星的摇篮，一步步跨出怀抱热情的篮球路。你最爱什么运动？吴清哈巴跟运通。篮球。打球。什么球？篮球。篮球。在每一次的对决当中，磨练出稳定的心理素质。这群小球员或许还没意识到，在往后的人生路，这是非常珍贵的价值。吴清哈巴跟运通，大球诶！吴清哈巴跟运通，大球诶！